话我知道在上一周，对吧？上一周的话呢，我看了一个切片啊，就是有一个就是经典歌曲了，OK，经典歌曲是 Para Para Sakura，对吧？对，我也是很久，就是真的是也不算很久，应该是没怎么在大家面前表现过，就是用粤语唱歌。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来试一试呢？来清唱一小段 ，OK。我带一些我能想要求就带一些小手势舞，可以吧？手势舞吗？我是看到了，就是有一些小的动作，就不用站起来啊。我还想说唱那个粤语部分的，我可以，你都 OK， 你自己决定。OK。如櫻花盛開到落下，像美人斷腸，你有感覺嗎？如醉吧，愛觀吻下巴，我就到咗啦。OK， 好好聽啊！你識廣博啊？係啊，廣東人我。你廣東人啊？哦，即係我而家直得好，直好犀利喎。係啊，唔得講咁多啊。但係我講得唔係都唔係好 OK 㗎啦，好準。冇啊。好吧，我哋一陣啦，突然間喺呢度講廣東話。